大家好啊！我係香港政府註冊女中醫廖敏璇，咁大家咧習慣簡稱我為廖醫師嘅。咁我哋咧今日就係想同大家咧提下咧有關學習呢個中醫基礎知識嘅重要性啦。咁由於我已經係實際喺香港咧已經從醫咗41年啦，咁我哋咧就想將我哋已經有嘅呢啲活學活用咗嘅經驗咧轉化為一個課程，咁就歡迎大家咧係想學中醫基礎嘅朋友咧可以嚟同我哋一齊學習啦、分享啦。咁通過呢一個課程咧，我哋係想帶動到俾大家咧，令到家家都有個中醫通。中醫歷史有幾多年呢？中醫起源距今約有2500年，若以系統理論誕生為標誌，經典著作《黃帝內經》中嘅陰陽五行、臟腑經絡、辨證論治，係標誌住中醫理論體系框架嘅確立。因此，中醫係堅持傳統醫道嘅千年養生智慧。內經中不單止有上醫治未病、中醫治肉病、下醫治已病之學說，更喺養生上提倡以食養、藥養等方法增強體質，以預防疾病。學識咗並持續運用，更可以達到青春延年嘅效果。咁點解咁重要呢？因為原來我哋中國人嚟噶嘛，我哋有中國嘅飲食文化。咁只需要咧，我哋識得融會貫通嘅話咧，喺唔同嘅四季五行裏邊咧，我哋識得掌握個飲食咧，就醫食同源、藥食同源啦。咁就能夠避開咧好多唔同嘅疾病，同埋減低好多無謂嘅醫療支出。咁希望大家咧係繼續耐心學習落去。咁我哋係會喺唔同嘅季節裏邊咧，都會係循環式咁去提一提關於一啲中醫基礎理論嘅。咁原來時間與方位都會影響我哋健康。